我来看到桃园检方是查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涉嫌甲真侪未成年的囡仔骗，骗讲有看过因的性影像，若想要抬掉，就要摕愈侪性影像互伊，至少有26个人受害。今仔日检方是正式来起诉这个查甫人，求刑22档。查获强害翕性影像，登记桃园地检署指挥中立分局、桃园分局、刑警大队侦办姓李被告违反二小性剥削条例案件，以涉嫌利用诈术来诱使未成年制作性影像，甚至互人看，19遭到起诉，具体求刑22年。被告以协助移除性影像为由，诈骗被害人拍摄并提供性影像。被害人人数众多，检察官具体求刑有期徒刑22年。针对这件强害翕性影像，被告姓李查甫人讲看过被害人性影像，利用因烦恼找无人帮助的心态，强害被害人爱删除、互挂留的性影像，需要去翕性影像，互伊比对移除，清查出至少26位被害人相片影像有2000多张。被诱骗的状况之下，他被拍摄了影像，而这些影像当他在网络上面传的时候，他会被有心人士重复的在利用。那以及他们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些影像当中会附上一些相关的这些被害者的一些资讯。电视协会表示，每一张影像拢是受害者真实互伤害事实，那会当尽可能的较真受害者的状态，都会当提供资源，互因帮助。也讲到，这摆是以团队信问的方式，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也透过科技方式进行有效性影像专卖比对移除，降低伤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